爆米香，作者张淑芬，来源教育部电子报。要爆啊！听到这句话，囡仔人耳孔随暗起来，等爆一声煞，随个我过去看，迄是一种期待，一种欢喜，一种幸福的感觉。毋知你敢有食过米香？毋是迄种店仔买会到的，食到定芳迄种，是迄种现爆起来，烧烧脆脆，搁甜甜迄种。伫民国50-60年代，真侪囡仔人无啥物四手仔通食，三顿食会饱就偷笑啊！除非是过年，平常时根本毋敢想要食糖仔饼。所以见若听到有人咧发爆米香的来啊，规阵囡仔就欢喜甲。阿母看囡仔遮尔欢喜，想讲平常时嘛毋捌摕钱互囡仔买糖仔食，即时阵实在毋甘，互囡仔失望，总是会互阮摕空的牛奶罐仔，缀1公米去爆米香遐排队。长长一排，等要爆的罐仔排伫涂骹，会当看出每一家口啊环境的好歹。厝内较艰苦的较细罐，厝内较会得过的就较大罐。面顶阁会加放一包土豆。毋过，无论环境啥款，囡仔人共款足乐痛的。伫边仔看头家咧爆米香，大家目睭拢金金上。看头家煮糖浆，倒入去真仔爆好的米内底，搅搅咧。才搁倒入去，茶盘仔内面缀好平，炭烧切做一块一块。切米香的声音是遐尼好听，囡仔人的喙烂是强要顶落来。若处理无用，爱斗做事的囡仔。无法度踮现场看头家表演，厝边隔壁的囡仔嘛会做报马仔，报讲后一个就是恁兜啊。囡仔知影免偌久，就有香搁找米香通食，袂情袂就喙笑目笑。阿母伫边仔看。嘛，对咧欢喜。即个月的米是毋是有够通食？就先莫去想啊。即几年啊，已经罕得看到有人咧爆米香啊。迄天去菜市啊，想袂到煞看到有人咧爆好几若袋，放伫边仔，听候人买。毋过拢无人来交关，米香拢冷去啊。头家嘛是小连续咧爆，一声要爆啊！大家闪甲离离，行去吓惊着，嘣一声。
声音听起来煞有淡薄仔孤单。我甲头家买一包仔来食，同款甜甜脆脆，毋过食到的是一种记忆。我已经食无迄种幸福的滋味啊！作者张淑芳。